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 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噶啦。多謝晒！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正式開始之前，想提醒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啊！平時我會喺度分享每日嘅塔羅感想同心得噶，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我哋之前已經一齊睇咗大牌 Major Arcana 愚人嘅旅程，仲已經一齊睇咗細牌 Minor Arcana 嘅權杖組入面唔同嘅數字牌。而今集開始，我哋會慢慢進入宮廷牌 Court Cards 嘅世界。今日要講嘅就係充滿青春火花同冒險感嘅一張牌，佢就係權杖侍者 Page of Wands。好，今集我哋就嚟深入探討下呢一張牌究竟代表住啲咩信息。喺呢張牌度，你睇到啲咩呢？喺權杖侍者呢張牌上面，我哋通常可以見到幾個好明顯嘅象徵。一個年輕人企喺沙漠或者乾燥嘅土地上，佢雙手拎住一支權杖，抬頭望住佢，身上着住帶有蜥蜴圖案嘅衣服，背景有山丘同開揚嘅天空，成張牌都有一種準備探索嘅感覺啊！首先，我哋睇下呢個年輕人，佢就係侍者。通常會代表一種比較年輕、初起步、帶住好奇心嘅能量。侍者未必係最成熟、最穩陣嗰種人，但佢有一樣好珍貴嘅嘢，就係熱情。佢望住手上支權杖，好似啱啱發現咗一個新靈感、新方向、新可能性。呢個動作象徵住對新事物感興趣，想試、想探索、想出發，收到一個令自己心動嘅訊息或者機會。我哋再睇下後面嘅背景啊。沙漠代表一個未知、未開發、未必係好舒服嘅地方，但正正因為係未知，所以充滿可能性。後面嘅山丘就喺度象徵住前面仲有路要行，仲有挑戰要經歷。但係侍者並唔係驚，反而有種充滿好奇嘅感覺。成張牌都散發住一種訊息，我唔知晒所有答案㗎，但我想開始試下。權杖侍者一般係代表住新消息、新靈感、新機會、冒險精神、好奇心、想開始、年輕、直接、有火花嘅能量。權杖侍者就係一種我有啲興奮，我有啲衝動，我想開始行出去睇下嘅能量。佢未必係等於已經成功，但係佢代表住一個好重要嘅開始。心入面嗰團火開始着咗。好，跟住呢，我哋一齊睇下，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權杖嘅侍者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㗎。如果權杖嘅侍者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之前其實出現過一段好有衝勁、好想試新嘢嘅時期，可能係一個新機會，或者一個突然湧出嚟嘅想法，令你開始對某樣嘢充滿熱情。雖然當時未必準備好晒，但你內心其實已經被點燃咗。如果權杖嘅侍者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而家你心入面開始有啲轉變，可能想轉方向，想突破，或者對某樣嘢產生興趣。呢張牌係提醒你，唔需要等到萬事俱備先至行第一步㗎。好多時候係你開始咗，先會慢慢變得穩定同清晰啊。如果權杖嘅侍者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未來好可能會出現一個新嘅機會，或者一個新嘅方向。有啲嘢會重新燃點你嘅熱情，令你想試新嘢、學新嘢，甚至展開一段新嘅旅程。記住，有時唔係你未準備好，而係機會出現，想推你向前行啊！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到呢一張權杖嘅侍者牌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！希望你哋鍾意啦！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